大家好，我係言語治療師夏小月，同大家分享一啲你以為係，其實唔係；你以為知，其實唔知嘅治療知識。今日嘅題目係：學習障礙同 ADHD 原來好兄弟嚟嘅喎。我哋成日聽到人哋講，只要佢專注，佢嘅學習就冇問題啦。呢一個情況就好似我話，只要你唔病，你個身體就好。講嚟都冇意思嘅喎，點解呢？因為專注力同埋學習，又或者我哋嘅身體有冇病同身體好唔好，其實係一個套餐嚟嘅。至於 ADHD 裏面，佢哋有嘅專注力失調，有好大部分原來係學習障礙嘅表徵之一。所以 ADHD 同埋學習障礙咧，好多時都會一齊出現嘅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呢一方面嘅知識，大家可以瀏覽 NSP 呢一個系列，又或者喺評論區嗰度問問題啊。